市立安南病院中医部的主任黄生腾表示，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原因有真多，有甲状腺毒素的结节、脑下垂体的腺瘤等。你切看的原因是弥漫性的甲状腺毒症，也就是格瑞夫氏病，属于自体免疫失调的病症。一般的病人拢是靠西医来治疗，不过因为有一寡人会产生副作用，因此中医针对个人的体质来辨证，分作肝郁、阴虚、湿热加燥热来治疗。我们中医讲的是辩证，所以基本上要看你的体质。你的体质的辩证，这个基本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简单来讲的话，因为中医来讲，我们简单可以分成几个。第一个有可能是表现出来是一种肝气郁结、气郁。气郁简单用现代医学来讲的，一共可能生活容易紧张啊、压力啊，或是说睡眠不佳什么等等的这种情绪性的压力所引起的，我们就称之为肝气郁结。另外一种有可能是，比如说是这个肝肾阴虚，属于阴虚体质的，阴虚体质的。那这种阴虚体质可能表现出来也是会有一种燥热，可能阴液不足。那另外一种也有可能表现出来是一种湿热，或者是说热毒，比如说类似像甲状腺风暴，那时候那个可能那种燥热感非常强烈。那所以说我们中医基本上在治疗这个甲亢这一类的疾病，还是要看病人的一个体质的状况来决定。医师强调，药也无分中西医，要看个人来调整。伫个经过半冬到9个月治疗甲追踪，目前中医伫个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，不但有好的成绩，而且嘛无啥物副作用。目前这份的成果嘛伫个国际探索期刊来发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